羽球是一项热门的运动，尤其是在奥运过后。不过，这颗球年初到现在已经涨了3次。以目前市占率最多的2、3、4号球来说，全涨100元，从原本的500多元一路来到10月的770元，算下来一颗球要70元。一粒球若伫咧50块左右，大概平均来其实都会使接受。我即马700几块钱一粒球要到70块，系啊，搁一粒球一个便当的钱。之前拍差不多对200几块开始拍，即马拍到500-600块，700块的球拢有，所以差多济，差要2倍啊。气候啦，还是讲它的品质本身质量较不要好啊，你留啊稍微有一点点打没有几场，它就坏掉了。羽毛球算是消耗品，也没替代品，就算跟便当一样贵也要买。但会长这么凶，还是跟在大陆生产有关，而且是用鸭、鹅的毛制作。体育用品业者推测是受到禽流感影响，可能他们对就是养殖业的养殖方式啊，或是甚至于最后的屠宰方式的改变，都会有一些影响啊，影响到某片厂的产量。在原厂，就是台湾这边的代理商，它其实是目前是没有货的。他们说要涨，就大家就一起涨这样。以前每天打，现在可能就1个礼拜打3次。这波涨价预计还会持续一段时间。最近就出现了强买羽毛球的情形，不是球团一箱箱的搬，就是个人要来大量的买，因此有店家祭出限买令，避免囤货的情形发生。记者说，台南报道。